阮浩中喺早前一個旅遊節目分享咗自己戴綠帽嘅慘痛經歷。佢喺讀大學期間，當時女朋友去咗考警察，要入學堂，要等到放假先至可以出嚟見一見面。當時佢會將每個週末都留俾對方，完全唔會約其他人。但係之後佢突然面有難色，似乎強忍淚水。佢跟住指對方喺學堂認識咗其他人，臨畢業就同佢分手。佢坦言當時傷心到癲。佢更加透露，女友並冇向自己坦白，而係佢自己發現嘅。其實佢入行後曾經被指同何佩嘉拍拖，雖然佢哋多次解釋係好朋友，但係早前受訪嘅時候已經改口，指正在了解中。之後呢，佢哋亦都以情侶檔接工作。舊年阮浩中上遊戲節目嘅時候，玩到大電視呢個遊戲，熒幕上顯示何佩嘉3個字。此時羅毓兒大叫係你女朋友，佢身旁嘅陳曉華亦都只要佢自己講，佢唯有認愛，講出何佩嘉3個字。